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嘅，成年呢对足球还係熱情。下注過後，團來帶數期科夫人嘅阿哥向下踢球嘅，仍然路做得睇得到成年呢搞到熱情嘅上。當我一組現在上布頭殼嘅聲音呢，評論睇阿哥天同眼神向下跳舞。龍華國社會組合部學校無運通平，學生嘅差唔多所有嘅戶外活動，就搶做的體操體空進行。在這裡還是一樣，只是那個舊龍華以前都是比較空曠的，然後現在都不能辦運動會了。現在不能辦運動會啊？對啊，因為場地太小了。在現在這個環境很困難，但是所有小朋友他們，在我感覺起來，小朋友都很樂觀，然後也很接受這樣的事實。好，宇軒聽。好球，好球。哎，球不要停那麼大力，7點。台中一中3中4精靈科夫人對3年前開始，當年的寒假、暑假都會來到龍華國小，無論係抗疫輔導，也係大活動、教遊戲，一條太成人的團龍華嘅學生嘅，差唔多都係嚴體強下，感情親好。八八風災過後，評論龍華成人的狀態嘅中一中學生嘅，也感受到嘅龍華成人的嘅變化。這邊的小朋友在風災之後，他們變得更成熟，然後對於學校也更有向心力。學校的重建，每個小朋友也是非常的積極。然後像學校只要就傳出可能不重建，小朋友就會很心急，然後要急着跟我們講，然後希望我們也可以幫他們一點忙。龍華國社會學校喺八八風災當中，網鐵疏浚冇辦法再個使用。某位學校嘅學生嘅喺過去幾年，先係喺神木村辦公室，可能搭出來嘅數量嘅測驗嘅教室上嚟18日嘅課，個人辦到18個參教室嘅組合部學校，同其他嘅學校比較起來，龍華嘅成人嘅受教育嘅環境實在係個優秀，也可能就因為安尼，一旦對未來嘅新學校充滿咗各種美好嘅想象。我希望有籃球場。我希望有操場。我希望有爬桿。我成年嘅心肝頭度，望論愛重建嘅新學校，再因為前教用地嘅安全問題，見面唔好，神木村民建議用地本人認定唔安全。官方限定的安全地點，係喺睇隔壁嘅同福村。喺講起學校，就會影響同福村民嘅生活，造成重建嘅腳步還係冇天通。到底要不要重建呢？我覺得那些在討論學校要不要蓋的事的人啊，我只能說一句話，叫他們不要再僵持，馬上把學校蓋起來。對這裡的學生跟老師跟主任比較好。我不希望龍華就因為這個風災就不見了，所以希望學校趕快蓋好。希望有學校。那會希望它蓋在哪邊？蓋在家裡附近。龍華國小愛重建麼？又愛起下體內。安尼問題拿來問成人呢，一定嘅心肝頭度早就有標準答案呢。我睇他人嘅世界度，實一直唔清楚，冇明確嘅答案。故所龍華嘅師生一直睇唔天貼嘅高度教育環境度，因人嘅6年生嘅學生嘅畢業嘅，有嘅先生都唔夠規日嘅按唔天貼，也顯出強下畢業嘅。其實下個學期我就沒有在這邊服務了，可是真的是很捨不得這邊的學生，然後也有想到就是說，如果學校不見的話，這些孩子怎麼辦？但是就是說，你會對於縣府的態度，對，還有國家政策的走向，你會質疑。
佩琴老师是他最爱的老师，所以在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哭。那你会希望就是说学校盖起来吗？会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如果以后这样的老师才不会走啊。我爸妈说，如果学校盖起来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读啊。如果学校还没有盖起来的话，可能6年级就要转走了吧。新的龙华国小係唔係愛去？聽講日又愛去哪隻嘅圖書，也條睇人能做得幾天嘅事情，撒輕言論也條成人嘅心情。在個行工業單位，看得到一間4型學校神木國小，係另外一群神木村嘅成人嘅知識教化嘅教育園地。喺陣青年喺暑假期間來到神木國小做科普發通，下晝嘅大體遊戲時間，路堂嘅到成員呢搞到超歡喜。好，目前好像已經4個小朋友，他們快沒人了。B小隊，加油啊！好，第5回合，預備。出擊嘅進攻上步遊戲，見下見將見，聲音嘅高度會點起。希望借由大学的力量，然后带给他们，比如说课业上的问题啊，还是说品格教育的部分啊等等之类的，让他们不会因为资源的缺乏，然后就丧失掉这样学习的机会。体重1多少？130。我要2手臂。你身高200吗？手抬高。你就抬手。提高速度，利用量身高、量數有一場，簡單的教成人的學會土壤等的觀念，短短幾日的相處，來帶發通的大學生，實做得感受到神木成人的勇敢。過來這邊之後，我發現小朋友其實他們都還蠻勇敢的，就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子，對他們就是很勇敢的，就是很勇敢的，還是繼續做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面，然後感覺是他們還是很勇敢的向前走這樣子。冇唔錯，神木國社會成人呢確實個勇敢，師生年紀就會面對土石流帶來嘅災害。我入到學校位置嘅巷口，睇8八風災嘅世界本大塊。21年度，大概讀到6太二，偏頭就會本大黑。也打斷了神木國小1/3成人的讀書的路就是常常就是都有泥巴，然後就是水太大了，就是下雨就每次下雨就路不通，所以就不行，有時候就不行來上課。那你去年有幾天沒辦法來上課？去年應該蠻多天的吧，我沒數呢。要做流籠。還有那個地上很多泥巴，有時候都要我爸爸背我們，到流籠的地方。那你去年有沒有來上學過嗎？有啊。有幾天呢？很多天。那沒有上學怎麼辦？在家裡啊。在家裡。那這樣子功課會不會趕不上？不知道。你的爸爸媽媽會擔心，就是說，你這樣子可能課業會跟不到其他同學，會這樣？不會，因為那個像我們班的也是在巴林的，所以不能過來。你們班有幾個在巴林啊？我們班2個。成人呢係咪做得去讀書，愛看天公伯嘅面色？21年來，在6太二有嘅班級舉辦嘅冇人來。
阿無就係學生嘅社會結伴，家長先生只有看天時狀況來做應變。早上沒有辦法到學校，8齡的小朋友我們就當作是請假，那事後再做補課。那再來就是如果遇到下午雨來了如果變道沒有辦法把學生接送回去的話，那就是留在學校住校。成人嘅讀書嘅不可以期限，特別是目前前出案唔前後天，家長嘅唔聽貼，會接一連帶影響成人嘅心情。大人們在討論說可能要搬出去的這件事嗎？有啊，我有可能要轉到同福國小，下學期。有可能哦。嗯。就媽媽已經有跟你討論過了。嗯。為什麼？因為路每次下雨都一直斷掉，都不能來就沒有讀到書。媽媽跟你說轉學的時候，你怎麼跟她說的？我說我不想去。那媽媽有跟你說什麼時候要轉學嗎？下學期。家長都會盡量該配合政府啦。如果真的要那個搬出去嘅，學生嘅可能都會馬去搬出去，然後啲我部嘅學校土嘅。不過都係你下寒無一天，像成人嘅有時是落學校都看佢無歡喜都滿見用問佢講，爸爸講我就可能我搬出去嘅。聽講一來又講爸爸又講可能唔是搬出去嘅，咁成人嘛會受到影響。係講前出案確定呢，成人嘅談論他人搬到挪威去，什麼怪獸就會變做歷史名詞。現在學校的小朋友就是越來越少啊，那你會擔心以後沒有神木國小可以念書嗎？聽大人說那個之後就要遷出。以後就要遷出這樣子。那爸爸媽媽有跟你說可能以後要到哪邊念書嗎？他只有說要讓我遷到那個南投那邊。大人也在討論說可能要搬出去這樣子啊，那你會不會擔心以後不能念神木國小？也是會擔心啊。我是希望可以在那個我們要住的地方再重建神木國小。拜拜風仔過後幾年呢，神木村嘅成人呢，受教育嘅環境限係個艱辛。佢明年係唔係做得讀書都冇聽說，學校愛重建麼，路下愛辦到挪威去麼，一旦都冇嘅聽見，甚至連新學期為睇哪隻嘅讀書也唔知。